哦，我快饿死了。顾总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好像是顾先生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顾先生，顾先生呢？行，好好坐着排队吃饭呢。顾先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啊，顾西城可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国内排行第1的钻石王老五。不过他这人很有个性，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，我都没见过他本人长啥样呢。哎，据说他结婚了，可能这次老婆也来，你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薇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呢？不是我八卦，这位少爷一结婚，得有多少女人为他心碎呀？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我要出去吃饭了。别换，都快到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，不行，都快到我们了，别走啊！我回来了。摔得太早了。哎呦，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顾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呀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着吗？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你真可怜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除了钱之外，你一无所有，每天只能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花天酒地。那你呢？你嫁到我们家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别在我面前装清纯，绿茶婊。顾医生，你说什么？绿茶婊？你混蛋！你才绿茶婊呢！你说话客气一点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绿茶婊，你才绿茶婊！你就是绿茶婊！顾西城，这个其实是那个，不是我。假的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吧？你看假的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，除了头发，还有什么是假的？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老夫人好。哎，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。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。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
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听我的，静熙那儿啊，我去跟他说，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你还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来，吃早饭。贺锦熙毕竟是他的妻子，他想那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又不能真的跟他发生关系，唉，怎么办呢？重做。5点之前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。常副总，他又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习惯了。你看你，眼睛都红了，是不是为了做报告，昨天晚上熬夜了呀？唉，顾总也是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否了呢？谁让他是总裁呢？唉，我看呀，公司里谁当总裁都比他强。喝啥，奶奶？哎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好。锦溪啊，你是不是跟西城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西城怎么会搬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啊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，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闹矛盾，只要双方都各让一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奶奶您放心吧，我会和西城解释清楚的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会把问题啊解决好的。奶奶我呀，还盼望着早点抱上我的曾孙子呢。我来拿点东西。顾西城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虽然我们2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你搬回来住吧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，我顾西城不喜欢强迫任何一个人。短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非要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？
神龙集团。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八宝粥，还有小笼包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刘丽，你要换工作了？我要去神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。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。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。快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？你哪儿都好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离开我？琉璃，我有哪儿做的不对的，我可以去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。我能给，我能给，我会努力，我什么都能给你，我会努力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儿？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放下就能放得下吗？你就这么想嫁给有钱人？对，我就是想嫁给有钱人，我就是这么现实，这么势利，这么贪慕虚荣的女人。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，每天小笼包绿豆粥，我想住大房子，我想开豪车。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女人。刘烨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再给我点时间，他有的我都会给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得到了顾惜成，凭我的智慧，一定会得到神龙集团。到时候，你也不会再被别人打压。只要我拉你一把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傅博雅不会靠女人，我不会靠女人得到成功，那样我不如去死。刘丽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放手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要，我已经不能放手了，我已经付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个，我打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他已经3个月了，却被我打掉了。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却输给一条狗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
两个人和好了吧？奶奶，我们俩本来就没什么。还没什么。奶奶看到你们俩呀，能这么和睦相处，我就放心了。锦溪呢，是我从全国院校的高材生里面选出来的。她的家境虽说不如咱们家，可那也是书香门第，身家清白。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在奶奶眼里啊，永远是个孩子。奶奶，这早上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是啊。老夫人、少爷。哟，这早餐这么丰富啊！老夫人，今天的早餐都是少奶奶准备的。哦，哦，是吗？哎，奶奶你们回来啦。今天我给您熬的是桑葚糯米粥，您呀赶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您做。哎呦，还真看不出来啊，有这么好的厨艺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掉了？也不说一声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就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觉得她短发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看，多适合她呀。主要是我喜欢。行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来吃饭吧，尝尝锦溪做的这个手工汉堡包。来，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哎，常副总，发布会要尽快筹备起来。新人招聘的怎么样？广告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收到一部分简历，不过呢，什么都不合格？哎呀，这个学历和资质都还可以。那天在会上你也听到那个顾董事怎么安排的，按照他那个标准，真的招不上人。哎，能招到人啊，你们也能轻松一点。现在就多辛苦辛苦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向顾总申请给你们加薪。常副总的心意我是领了，加薪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上次吗？我跟顾总说过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批复的吗？说说看。1年365天，有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也就是说工作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又去掉170天，就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30分钟，1年加起来23天，就剩下68天。每天吃饭花1个小时，又去掉46天，就剩下22天。你每年还得请2天的病假，也就是说1年工作20天。每年5个节假日，公司休息不上班，也就是说剩下15天。公司还慷慨的每年给你14天的休假，也就是说你1年工作1天。你怎么好意思给我提加薪？哎呀，常副总啊，加薪的事儿啊，暂时没戏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吧。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，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啊！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锦熙，
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。